王兰，哎，你抢什么抢？不懂女士优先啊？那边不是有空位子吗？哎，你要带谁？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好了，没事的，放心。从好的方面想呢，不招人妒啊是庸才。所有人都知道白龙他喜欢你，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就一直装傻利用他。白龙，我们俩算是好哥们儿吧？干嘛这么问啊？就是那个钱翩翩好像挺喜欢你的，你没什么想法吗？他喜欢我是他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对他没兴趣。能终结我白龙单身的人，怎么着也是我龙大少看得上眼的人。哎，说到玩，学校组织去湖边度假村秋游，咱俩一块儿吧，正好散心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去吧，多好机会，去吧。不去了。去吧。不去啊。去哪？不去哪儿，哪儿都不去。秋游吗？你要去吗？不是像这种集体活动，苗学长怎么能感兴趣呢？是吧，苗学长？偶尔出去晃晃也挺好的吧，不是吗？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我很愤怒，马上就要喷火了。那不用猜了，你这一集是循环播放，我看很多回了。我料你啊，也是会一直忍下去的万年绿帽子。哼，哎，不，你这想绿，人家也没给你机会啊。别让我逮着机会。得了啊，你是不是也想戴绿帽子没机会啊？忍者神龟啊！对呀。我这叫宽容。再说了，我要跟他翻脸，娇娇不得跟我记仇啊？那不就得了？我这不也得考虑汪兰的感受？再生气啊，也得微笑面对。得了啊，你们两个难兄难弟就别互相安慰了。汪兰今天没什么事吧？他没事儿。不过你说黑车是谁啊？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不会是苏娇娇吧？哎，话可别乱说啊！别什么事都赖在我们娇娇头上。在学院里边，苗里迷妹那么多，谁都有可能。我就不明白了啊，这苗里到底哪点好？算了，人家现在是着了魔了，8匹马都拉不回来。不行，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也不信。要不然，咱俩联手？你们两个别靠那么近，相互之间有煤气就别互相传染。朱良辰，你能有什么经验传染给白某啊？再说了，你俩怎么联盟？失恋真仙联盟啊？哎，你懂不懂什么叫负负得正啊？哎，白龙，明儿咱度假村联手，让苗里也知道知道咱俩的厉害。和你联手，挺掉价的。行，睡吧，睡觉吧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早上啊，你们俩别忘了早点起床啊。哎。你带无人机去干嘛？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么一个耍帅的机会了。哎，你想想啊，在那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面，天上面呢飞着一台无人机，然后一个男子骑着机车，机车轰鸣，引来无数少女的目光。我们这次是去湖边，你要是连人带车在湖里去，这要是被无人机拍下来，你放到网上得更火。确定不能骑机车吗？我确定划船更实在。划船跟我气质也不符啊，我还是带着云台吧，还能弄个直播什么的。
行吧啊，我先走了。上一次迟到忘了就没等我，你慢慢准备吧啊。等会儿，等，你等会儿，充电宝在哪儿吧？哎，换个 pose 吧。走，拜拜，你哦，拜拜。不多拍几张。皓月，搞什么鬼呢？哎呀，咱们不是要秋游度假吗？度假就有度假的样子嘛。看看，或者上车，载你兜风。免了，风头还是留给你自己说吧。他来干什么？我师叔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爱凑热闹。见到他就浑身不自在。有师傅在，他不敢怎么样的。你别看他总爱跟我师傅斗，但我师傅还是能镇住他的。这一次你就放宽心，好好玩吧。哪还有心情玩啊？只要别出事儿就行了。给你。谢谢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！行了，兄弟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大家上车吧，准备出发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早饭都送上了，可真行。不过我得跟你说一句，你这招太俗。不是你教我要有责任、有担当的吗？哎，你诚心的吧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是他，王兰，哎，你抢什么抢？不懂女士优先啊？那边不是有空位子吗？哎，苗大婶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你，同样是王兰的朋友，你也太不争气了。我怎么了我？你不是应该撑我吗？像这种情况，你就应该先上来帮我抢座位。你看人家这一路保驾护航，你也太不给力了。那位大姐，我可惹不起啊。这我就得教育教育你了。像这种情况，越是这样，你就越得征服。谢谢啊，我怂我认。难怪之前就觉得苏兄，苏姑娘你有些奇怪，原来是我眼拙了。我不是有意欺瞒公子的，出此下策，也是逼不得已。公子不会因此生气吧？自然不会。料想你进书院，也是因为家里太无趣了吧？幸好什么？没什么。觉得你跟家里吵架，应该也是因为此事吧？只怪自己不是男儿身，到了结妻之年，自然逃不过父母的安排。苏姑娘，你看，刘莹，腾空泪星陨，俯树落生花。你看，
嘿，你一边发呆一边傻笑，是在脑补什么？我没有啊。就知道睡觉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！是要比什么气什么啊？吃我汉堡还讲我坏话？气死你，还气死我了呢！既然你俩都气死了，那干嘛还要在一起？行啊，等下了车我就找我小宝宝，好好帮你俩解决解决。水王城，坏了！看来我只能孤军奋战。你加油！啊，对了，同学们，一会儿下了车，大家安顿好之后就去空地集合，先做热身运动，女王躲避球，晚上会有烧烤晚会。另外，我已经向皓月老师请示过了，晚会可以喝酒。